小作所是咧，互身心障碍的朋友咧学习的场所。台中市政府协助当时的小作所，特别邀请青年农民、甲学员来拍菜头，嘛中华早年拍菜头的回忆。大家坐一排，过来用菜瓜布来卤白菜头，甲垃圾肉卤好清气。台中市客委会协助当时小作所，邀请青农甲学员来体验拍菜头，和菜头变作乌金。希望可以把这个晒萝卜的过程，然后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参与。农业时代客家庄，超家家户户拢会拍菜头，若随时代变化，和食食的惯习无同，就罕有人安尼做。当时小作所的学员有青农的指导，为洗、切、卤盐和拍菜脯，每一个程序拢爱斟酌做。从洗萝卜，然后切萝卜，到压萝卜，然后到晒萝卜。这天举办拍菜脯的训练营，当时嘛开放一般民众来耍，和民众会当体验先民制作食材智慧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